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启灯，迈入第15年的月津港灯节，在水上音乐剧中开幕。艺术灯区、巷弄灯区、月津超新星灯区等4大展区，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飨宴。主题是光之年轮，那象征着我们在15年以来月津港灯节在盐水小镇里面，跟着盐水风炮一起，大家在艺术策展还有历史风华上面，我们总共有15年丰硕的一个成果。那我们不断的推陈出新，不但邀请了我们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最棒的精英，还邀请到韩国的这个艺术家一起前来共襄盛举。这届由台湾、韩国、日本艺术家共同创作，主灯是这件无尽光轮，黑川媒体操刀水幕投影光的年轮，作品相当有可看性。在征件的部分有怀旧膨胀、追光等具实验性、趣味性、科技性的作品。那个需要鼓励的作品很好玩，就是大家本来就是都不知道怎么玩，然后又有点害羞，然后只要有人一欢呼，然后大家就会一起。月津港灯节的作品越来越科技，我们希望有把很多新媒体跟这个传统的小镇做一些互动，互相有一个传承的概念。水幕打出投影，再加上雷射跟声响，去做一个类剧场型的演出。跟着这个作品，除了视觉、听觉以外，还有一点点触觉的表现。总体来说的话，他觉得月津港所持有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特性，然后在这边居民和艺术家们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结合，是他很能共感的地方，也是他的一个向往点。月津港灯节以盐水城镇为展场，从一开始的地方灯节跃升为国际性的城市品牌，成为一个光艺术以及城市交流的平台。今年展期有30天，欢迎大家来看最美的水岸艺术灯节。记者宋怀台的报道。